Hello， 大阪地鐵真係比想象中簡單。我之前做咗2條片，揾咗沿線250個，當中唔少都係遠離遊客區，依然好受歡迎嘅餐廳景點。但係去大阪，多數都係去得嗰幾日，將半本旅遊書搬咗上嚟，睇唔晒噃。今次呢條片冇咁囉嗦，將你要知嘅景點分門別類，常用車票搭車心得一次過講完。喺大阪搭地鐵比喺東京容易好多，雖然一樣有唔同顏色，好多條線，有分做打戙嘅同埋打橫嘅。不過喺市中心嘅地鐵站真係一格一格咁，比起九曲13灣嘅東京地鐵網真係遊客 friendly 好多。如果東京地鐵係碟意粉咁，大阪地鐵就係格仔餅。喺關西機場搭 JR 哈魯卡或者關空快速嚟到大阪嘅第一站就係天王寺，唔落車繼續搭會去到大阪站，亦都即係梅田搭南海電鐵 Rapid 或者空港急行去到總站就係難波，而搭新幹線去大阪就會喺新大阪站落車。呢幾個車站都有紅色魚塘根線，係大阪嘅大動脈，班次最密，冇咗佢唔得。喺梅田同埋難波都有車去神戶，喺電屋橋站更加有車去到京都。大阪最熱鬧嘅心齋橋、道頓堀，即係呢個廣告嗰度，搭呢條紅色線都去到。呢幾個地方附近商場林立，梅田有高級百貨公司、美妝旗艦店，亦都有更加貼地開24嘅Donkey。地鐵西梅田站嗰邊仲有幾個全新開幕嘅大商場，心齋橋亦都有百貨公司、商場。行去道頓堀嗰條有蓋商店街，雖然啲鋪頭唔大，不過買衫買鞋買藥妝買手信都可以喺嗰度搞掂晒。四橋站嗰邊有賣古着、唱片、玩具嘅美國村，再行遠少少會見到橙街，有潮牌、精品鋪、精緻咖啡。難波搭南海電鐵由關西機場出到嚟大阪，就會即刻見到嗰個商場 Number City。同埋再遠啲嘅 Number Park 等等，衫鋪、鞋鋪、眼鏡鋪、連鎖、大眾日本品牌都好容易揾到。當然都有百貨公司。比較特別嘅係呢度啲電器鋪特別大間，成棟樓咁款，有好多選擇。因為電街亦都即係大阪嘅秋葉原，就喺難波隔離。機鋪、女僕咖啡、動漫周邊都有，有號稱係全日本最大間嘅模型專門店，同埋大阪最大間嘅 Animate。呢一帶真係叫做日本橋，不過喺維美須町站出嚟會更加近。呢個站同埋頭先提過嘅四橋站都唔喺最多人搭嘅紅色魚塘根線，而係隔離一左一右啡色界根線同埋藍色四橋線。四橋線喺市區經過嘅地方相對上冇咁熱鬧，不過魚塘根線可以好逼，搭四橋線應該會輕鬆啲。至於啡色界根線好短，但係總站就係天下茶屋，要轉翻關西機場嘅南海電鐵好方便，同埋搭呢條線嗰陣可能會見到啲車廂好唔同，因為佢同另一間公司另一條線係連埋一齊打通嘅，甚至有車真係直接去到京都咁遠，或者喺中途轉一次車就去到。大阪地標主要有呢3個，呢個招牌、呢座塔同埋呢座城堡。翻去維美須町站，再搭多一個站去到動物園前，可以轉翻紅色魚塘根線。嗰座塔通天閣就喺呢2個站之間，只有東京鐵塔嘅1/3咁高。不過頂樓有個觀景台，亦都可以上滑梯。嗰一帶嘅新世界喺嗰度見到嘅畫面五光十色，夠晒誇張，成件事好大阪，值得去望下。揾酒店嗰陣，如果 budget 有限，會成日見到新金宮附近嘅選擇。喺關西機場可以直接去到新金宮，雖然冇地鐵站，但係其實佢好近地鐵動物園前站，行5分鐘就到。而個大招牌其實就喺心齋橋同埋難波之間，一條叫做道頓堀嘅運河旁邊。通常大家都會企喺橋上面係咁影相打卡，亦都可以行去買飛搭船，喺河上面感受下大阪有幾咁繁華。而座大城堡離心齋橋、梅田、難波都有啲距離，亦都唔係搭地鐵一出嚟就到。佢叫做大阪城天守閣，喺範圍好大嘅大阪城嘅正中心，同附近嗰4個地鐵站距離都差唔多。喺心齋橋搭10分鐘地鐵，淺綠色嘅長忽學建綠地線
就會去到大阪 Business Park 站。佢應該係最近天守閣嗰個，去到天守閣可以搭 lift 上到頂，望翻晒成個大阪城，亦都可以坐船沿住城河欣賞。上船位、買飛位都係呢個地鐵站最近。大阪城最出名嘅就係睇花，2月就有得睇嘅梅花，都係喺呢個站行過去會最快睇到。櫻花就真係不得了，周圍都有。喺正座城堡下面嘅西之丸庭園，同埋護城河旁邊嘅櫻花樹海，搭綠色中央線去到谷町四丁目站，落車行過去最方便。呢條線係大阪由東向西打橫嘅路線入面最重要嗰條。搭御堂筋線去到本町就可以轉呢條綠色線嚟到大阪城呢邊。至於睇紅葉，可以搭多一個站去到深之宮站附近，嗰邊嘅紅葉最密集。zoom遠啲，成個大阪仲有好多櫻花紅葉景點，例如係人公園嗰度亦都出名睇玫瑰。大阪造幣局同埋出面嘅大村可以搭水上巴士欣賞櫻花。大阪南面嘅長居公園同埋東面嘅花博紀念公園都有櫻花睇。萬博紀念公園、聖美子、紀念公園搭地鐵都去唔到，搭紅色御堂筋線要再轉車先至去到。雖然比較遠，但係就更加清靜。值得一提嘅係呢一段紅色線其實已經離開咗地鐵範圍，不過地鐵會直接開埋入去，唔使轉車直接去到。天王寺嗰邊嘅四天王寺櫻花紅葉冇咁壯觀，但係佢係日本最古老嘅佛寺之一，入面仲有一間博物館，大約有500件日本國寶。附近有個站搭紫色谷町線去到，紅色御堂筋線最多人搭，佢就係第2名，一樣都係打動行嘅路線。最特別嘅就係佢會掂一掂梅田，然後即刻掉頭走，所以一樣去到梅田同埋天王寺同紅色御堂筋線喺大阪市區組成咗一個圈。離開大阪喺天王寺搭45分鐘 JR 會去到大仙公園，係一座日式大庭園，一個越嚟越出名嘅紅葉景點。除咗櫻花紅葉，仲有銀杏。紅色御堂筋線上面嘅御堂筋，1到11月底喺心齋橋本町電屋橋站落車，上翻地面就會見到成條街都係金黃色。11、12月夜晚更加會見到成條街都亮晒燈。翻去大阪城呢條綠色中央線去到天保山摩天輪，喺室內要有小朋友先至去到嘅 Legoland，號稱係全球最大規模嘅水族館，8層樓高嘅海遊館。櫻花景點長居公園裏面個植物園夜晚會變做大阪唯一一座 Team Lab， 而且係喺戶外嘅。近少少就有天王寺動物園，當然唔少得環球影城。搭地鐵係去唔到嘅，不過有唔少人會去變天町，然後再轉 JR 大阪環狀線去下個站西九條，再轉車去 USJ。 喺九條站甚至喺難波都有車去到西九條嘅。最方便就係喺 JR 大阪環狀線沿線，例如大阪站即係梅田，或者係搭地鐵去到玉村即係野田，再搭 JR 直去 USJ。 聽落好複雜，總之搭鐵路都要經西九條站，嗰度冇地鐵，要轉車先至去到。不過喺大阪站即係梅田，多數搭1程 JR 就去到。提到變天町站呢度嘅空庭溫泉，入面有好多個池俾大家慢慢浸。開幕6年，網上面有非常多人介紹過 Spa World 世界大溫泉，喺通天閣嗰頭，入場費平唔少，係冇咁新淨。寫稿呢刻入面又做緊大翻新，浪速之湯離地鐵站10分鐘路程，規模冇咁大，不過就有好多本地人會去，感覺好 local。呢幾個溫泉都喺天台同埋大廈入面。而住之江公園呢一個溫泉就傳統好多，日本好多，嗰度離市區唔算遠，搭10分鐘地鐵就翻到去大國町。一落車行過去對面月台，即刻就轉到紅色御堂筋線，超級方便。大國町站附近都有溫泉，露天室內都有，而且唔算細間，幾新淨，入場費仲要唔貴添。佢樓下就係越嚟越出名嘅木津市場，已經有300幾年歷史嘅批發市場，都有做散客生意，有賣新鮮蔬果、海鮮，要一早去行，因為下晝就已經閂晒門。至於黑門市場，原本係當地人買餸食嘢嘅好地方，後嚟越嚟越多鋪頭專做遊客生意，結果佢就喺日本橋站附近，好近難波。天滿市場規模比較細，感覺更加似係當地人日常會去嘅街市，
出名賣新鮮水果。學橋市場有好多韓國鋪頭，好似係好關事咁。不過頭先嗰3座市場都好光鮮亮麗，而佢最大嘅特色就係夠舊、夠懷舊，但係依然熱鬧，而且範圍好大，成座迷宮咁，適合去體驗、去影相嘅遊客。搭粉紅色嘅千日前線就去到。呢條線比較短，由頭先提過嘅玉川轉翻入嚟南波日本橋，再入翻去住宅區，翻去天滿市場附近有一條商店街，橫跨3個地鐵站，好長，有出名嘅壽司鋪、鰻魚飯店、可樂餅等等。附近嘅天滿宮每年7月25號會舉行天神祭，佢係大阪最大規模嘅年度盛事，會有巡遊，跟住喺河上邊再巡多次，就好似睇緊花車巡遊咁。最後會放埋煙花，遊客可以喺河邊觀賞。大阪其實仲有好多神社，夏天有好多祭典，其中一個最有睇頭嘅就係八坂神社嘅船渡御，離難波日本橋站比較近。對於遊客嚟講，就係睇下花船，佢哋會喺船上面嗌下口號、跳下舞咁。冇天神祭咁大規模，亦都冇煙花睇，不過同佢哋嘅距離更加近。氣氛輕鬆熱鬧。今年推遲到世博結束之後先至舉行嘅那呢娃電穿花火大會，往年都係喺8月初舉行，係大阪最大規模嘅煙花匯演。搭地鐵去唔到，要轉阪急或者 JR 去到梅田嘅對面岸先至睇到。大阪馬拉松喺大阪城公園出發，有7.2 km 嘅路線，去到中之島就完。名額唔容易抽，不過大阪地鐵10月底喺另一個地方會搞個10K 比賽，圍住長居植物園兜3個圈，亦都有小學生都可以參加嘅 Fun Run。大阪城天守閣本身就係一座觀景台，但係如果嫌佢唔夠高，阿佩野哈魯卡斯全日本第2高嘅大廈天台嘅空中花園係佢嘅勢力場。梅田藍天大廈中間通窿呢個離地鐵站有啲遠，包到實一實，不過唔使加錢就上到頂樓，唔使隔住玻璃都睇到大阪。頭先提過嘅通天閣都可以上天台，仲可以踩住玻璃行出去打卡，呢啲景點都好受歡迎。如果想靜靜地欣賞，或者可以搭綠色中央線去到東大阪市役所，有一個觀景台可以望翻大阪市區，免費開放。綠色中央線嘅另一邊去到 Cosmo Square 可以上翻層，轉呢條南港 Porto Town 線，亦都叫做新電車，搭一個站去到大阪府嘅摩天大樓52樓，有一個觀景台可以離遠望翻大阪市景，見到大阪港，甚至係關西機場。呢條線有啲似東京台場嗰條百合勾號，搭呢架車見到下海，有唔少居民住，就唔係遊客區，可以見到大阪嘅另一面。去到總站住之江公園，可以轉翻車翻市區，翻去大阪城。重要嘅文物放咗喺谷丁四丁目站附近嘅大阪歷史博物館，亦都有觀景台望到晒成個大阪城。天王寺一帶有大阪市立美術館，展品歷史悠久，3年前全新開幕中之島美術館，展品就以現代近代藝術品為主。附近仲有中央公會堂、圖書館，都係好靚嘅歐化建築。大阪最大嘅表演場地就係大阪 Dome，或者叫做京瓷大阪 Dome。G-Dragon 今年就喺嗰度搞過演唱會。細啲嘅大阪市中央體育館 Asu Arena，IU 上年喺嗰度唱過，都喺附近。大阪 Hall 都係一個大型室內場地，喺室外嘅有長居田徑場，搞過唔少大型賽事。三代目今年都喺嗰度開演唱會。大阪仲有橙色金里根線，不過距離遊客區比較遠，而喺地圖上面見到嘅呢一段其實係巴士嚟嘅。係大阪冇 JR 嘅咩？頭先提過嘅大阪環狀線算係大阪嘅山手線，連接北面嘅梅田同埋南面嘅天王寺。不過佢冇山手線，所有車都不停 loop 咁簡單，仲有車去環球影城、奈良，甚至係翻關西機場。如果我哋去翻中之島，究竟係邊度？睇睇地圖，乜唔係都有地鐵站咩？佢都有地底車站，不過就唔係大阪地鐵嘅。呢啲鐵路公司有車去京都、神戶、奈良，其實分工都幾明確，各自都有佢哋嘅勢力範圍，完全唔理佢哋。搭 JR 都係全部去到嘅，咁搭咩車好呢？我另外做咗條片講埋，可以喺右上角撳嚟睇睇。大阪地鐵亦都即係 Osaka Metro 有1日乘車券，大約俾40蚊港紙，170蚊台幣，820yen就可以任搭1日地鐵同埋市營巴士。
例如由心齋橋出發搭一個站去難波就係190 yen， 3至7公里內，例如去天王寺就貴50 yen 等等。去售票機直接買張1日飛就唔使罰，唔使 show passport， 唔使喺網上面買再換飛咁老土，好容易直接就買到。一日搭夠5次就已經可以輕鬆回本，星期6日仲更加會平200 yen。只係要留意入閘嗰陣記得即刻拎翻張飛，同埋用咗第一次張飛上面就會印咗嗰日嘅日期，想提前喺網上面買定都得，會貴啲，不過有賣埋2日券1800 yen， 價錢就同去到大阪買2張1日飛差唔多，亦都可以揀用 QR code 入閘。我喺某 K 字頭旅遊網站見到，似乎11月起唔用 QR code 去到日本換實體飛會平翻少少。至於第一個 option 26小時48小時券應該係特價，所以先至平啲，一定要 scan QR code 入閘，正價亦都比直接去買飛貴。仲有一個方案就係大阪智慧通行卡減咗價1000 yen 一日，地鐵加大阪市區嘅 JR，例如係大阪環狀線都搭到，環球影城都去到，不過似乎要用 VPN 轉去日本，而且要登記咗做會員先至買到，比較麻煩。大阪地鐵嘅站真係冇喺路線圖上面見到咁多咁複雜，因為睇真啲，小部分圓圈唔係實心嗰啲，根本就唔係大阪地鐵嘅站，只不過地鐵列車會直接開埋入去其他鐵路公司嘅範圍，所以攞住 Osaka Metro 嘅1日票去到嗰啲站就要補錢先至出到站。不過去嗰邊嗰啲景點，例如萬博紀念公園、聖美寺，本身都要再轉車先至去到，而呢一抽一路直去京都嘅站，其實都係好遠。全日留喺大阪玩，嗰日又唔會去冇地鐵嘅 USJ 買呢一張1日票，已經非常夠玩。嚟到大阪攞住西瓜卡都用得，而大阪嘅西瓜卡叫做 ICOCA， 好處係去便利店買嘢唔使收散紙，不過買實體卡要俾500 yen 按金，而且搭地鐵而家已經冇折扣啦，乜都唔搞，最方便就係用信用卡入閘，用 Mastercard、Visa、銀聯等等，搭地鐵都用得。買咗大阪周遊卡嘅話，頭先講過嘅一堆景點，有啲會開放免費入場。喺大阪市區，除咗地鐵 JR 以外嘅鐵路都任搭，唔平，一日3500 yen。如果會買大阪地鐵嗰張1日券，可以考慮大阪樂遊券2400 yen 一日，景點唔係完全一樣。不過無論買邊張，都有唔少規矩，去坐下水上巴士，坐下船，去下觀景台，可能先至回到本，可以計下數，睇下抵唔抵。其實我冇乜心得，因為喺大阪搭地鐵真係唔難，魚塘根線係骨幹，第一次去大阪可以黐實佢。要返酒店，要去景點先至搭其他路線，同喺東京比，喺大阪搭錯車要揾返啱嘅路線唔難，而且就算要轉車，例如喺界根本町站一上嚟一落去即刻就轉到車。梅田、西梅田、東梅田呢3個站雖然好近，但係都要出閘先至轉到車，30分鐘內入返閘就唔會扣多次錢。對於香港人嚟講，大阪除咗紅色魚塘根線會好似荃灣線咁，全日大部分時間都係5分鐘內就有車，其他路線班次都冇咁密。例如喺本町轉綠色中央線去大阪港，過咗繁忙時間每7至8分鐘先至有一班車。又例如粉紅色嘅千日前線都係每7至8分鐘先至有一班車。沿線月台好長，可以容納8卡車，但係暫時啲車都只係得4卡。長忽學見綠地線都係咁，而且車廂比較細比較窄，所以搭電梯落到月台唔一定即刻上到車。喺大阪轉車雖然方便，不過就要預鬆啲時間等車。潑句冷水講句，大阪好多地方地勢都係比較低。NHK 有張圖教大家，如果真係有海嘯就盡量去新魚塘根以東嘅地方避難。綠色中央線海邊嗰一段特登架空，就係要防水浸。不過藍色4條線住之江西城區嗰邊就喺地底，水浸嘅風險相對上比較高。如果用 Google Map 睇點搭車，例如喺難波要去環球影城，拉出嚟就會見到有好多唔同選擇，教你搭南海電鐵轉大阪環狀線，或者係搭阪神再轉翻 JR 等等。佢有講埋錯過咗呢班車，下班車幾點會到，同埋喺邊個月台上車，甚至講埋喺邊度上車最方便，好詳細。唔靠 Google Map 喺月台都有出口案內。如果要轉車，睇一睇自己喺邊，例如英川站要去難波站轉魚塘根線，行去車頭第一卡，去到難波一落車就最近最方便。大阪嘅地鐵站月台上面嘅電視只有顯示下班車喺邊個站，根本就冇講仲有幾多分鐘先到。有時班車連前2個站都未到，就乜都睇唔到。喺 Google Map 度揾車站名，睇
睇清楚方向，就會見到班車仲有幾耐先到，清楚好多。而用日本交通 App 乘換案內資訊雖然冇咁多，但係反而可能更加簡單易明，會寫埋係地鐵、JR 定係私鐵。如果買咗地鐵一日券，就會盡量坐翻地鐵。咁呢3條線都可以一次過睇晒唔同選擇，而且會直接寫埋要轉幾多次車。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如果有錯漏，麻煩大家留言指教。多謝大家收睇，祝大家去日本玩得開心，拜拜。